你着用弹下伫瓦镜法柜的场里前，伫法柜顶收温锁的头前，就是我要甲你相会的所在。阿伦伫弹顶着烧芳料所做的香，逐早起伊整顿顶的时着烧伊，到黄昏阿伦点灯的时也烧伊，是做恁逐世代常常烧的香，伫耶和华的面前。伫即个坛顶，毋通献别户的香，也毋通献烧祭甲素祭，也毋通灌电伫你伊的顶面。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你的身上有香味无？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你的身躯敢有香味？你讲有啊，我逐工拢有洗身躯呢，嘛有嗅香水呢。其实咱只要用一点仔物件，就会当互咱家己闻起来是香滚滚。但是今仔日要讲的，毋是外在遮会互咱闻起来真香的物件，咱要看的是咱的内在，咱的内在敢有基督的香味？就亲像哥林多后书2章15节所讲，因为对伫上帝，愿伫得救的人的中间，以及沉沦的人的中间，做基督的香味。但是为什么会用香味来形容？就是因为甲今仔日出埃及第30章这段经文非常有关系。今仔日这段经文是讲到烧香。这可能咱讲到烧香，一个就互咱会想到伫民间宗教的信徒，因去到庙里，然后举香伫遐拜拜情形。但是圣经内面的烧香，甲咱伫庙里看的迄举3支香，然后插伫香炉的迄款烧香是无共款的。照30章第1节到第6节的记载，这个香坛应该是安尼一个形状。然后，这个香坛是放伫至圣所，隔开至圣所的场里的外面。另外，因为伊规个坛是用金仔包起来，所以也有另外一个名是叫做金坛。所以，咱看到这个香坛顶面有4个角，这敢有互你想到，伫圣所内面嘛有另外一项物件，嘛是有4个角的，就是祭坛。但是这个角毋是为着设计好看来做的，就是当这个祭司因伫献赎罪祭时，会将动物的血抹伫这个祭坛还是香坛的角，表示罪得着赦免。另外，若有罪的人用手去摸这个祭坛的角，伊无论犯什么罪，拢会当消除。所以这个角表示上帝赦免。另外，这个香坛所烧的香嘛有特别的做法。这个香是用一寡真贵重的香料所做。要烧香的时，就摕一寡，然后磨做粉来烧。是什么时爱烧这个香呢？第6节到第8节有甲咱讲，阿伦伫坛顶就烧香料所做的香。逐早起，伊整顿灯的时，就烧伊；到黄昏，阿伦点灯的时，也就烧伊。是做恁逐世代常常烧的香，伫上主的面前。所以，咱会当伫遮看到，会当烧香的，只有是大祭司才会当做。伊每一天早起，也是暗时入去圣所点灯的时，也着爱烧香。但是，为什么爱烧香呢？咱先来看一段经文，伫创世纪第8章，伫记载伫大水了后，阿伦拿阿去一座坛来献予上帝，然后上帝闻伊的香味，心内就讲：我无阁因为人的缘故救做地。咱看见上帝爱人用敬虔的态度来献上互伊欢喜的祭，但是这段经文互人看起来，敢若上帝真爱闻香，当伊闻到香，人要做甚物就会当啊？敢是安尼？人敢会当用物质来讹洗上帝呢？咱搁看另外一段记载伫以色列先知时代的经文。
当时以色列先知的时代，以色列人因学习外邦人有真侪歹的风俗，亲像将囡仔抬死来献祭。伊嘛想讲，我若献好的祭物来讹谢上帝，互上帝欢喜，无看我的罪。但是因所献的祭，互上帝谴责。上帝责备因的献祭是啥？是恁是伫献激我生气的礼物，也伫遐烧芳芳的生礼甲焦电。所以以色列人想讲用芳的祭来献予上帝，上帝就袂看见因的罪。但是上帝毋是爱偏芳，人若无用敬虔的心甲合宜的态度，搁献外芳的祭，上帝嘛无爱滴。但是兄弟姊妹，咱伫看这段经文的时，会想讲，我即马也毋免来烧香献祭。这个烧香的规矩，甲我有啥物关系呢？我想今仔日我要用两个方向来甲咱做伙来分享。第一，咱来思考这个香对咱来讲是甚物？咱会当来看启示录第8章3节到第4节的经文讲，有一个天使来徛伫这段边。摕金香炉，有侪侪香，互伊通掺伫正圣道的祈祷，伫座位前的金单顶，香烟甲圣道的祈祷对天使手献到上帝面前。伫这段祈祷有讲，正圣道的祈祷亲像芳的烟，香的烟，直直献到上帝面前。所以兄弟姊妹，咱即马咱嘛伫献烧香互上帝，伫上帝面前。但是这毋是伫烧香咧，咱看会见的香料，咱是用祈祷，咱的祈祷要亲像香传到上帝面前，互上帝欢喜。所以咱会当来思考咱的祈祷，咱的祈祷敢亲像上好香料所做香？会当献到上帝面前。有一本册叫做《理发师学祷告》，这本是绘本，内面其实是用马丁·路德伊教示人安怎祈祷最主要内容。毋过，伊是透过一个老爸甲查某囝的对话来做开始。这个查某囝问伊的爸爸讲：“爸爸，你的祈祷真水。”但是我的祈祷非常简单，也无真神，我家己拢歹势大声讲出来。这个爸爸回答伊讲：“德兰尼，我了解你的感受。爸爸细汉的时嘛，甲你同款。我敢若会祈祷讲：啊，上帝，我要困啊，求你保守我的灵魂。也是我敢若会祈祷讲：亲爱的上帝，求你祝福我的爸爸妈妈，互因有健康的身躯。”其实兄弟姊妹，咱大部分的人的祈祷敢嘛是安尼咧？但是这敢是会当献做香来献予上帝吗？也是咱献的祈祷，只不过是咱家己的私心。如果咱是将祈祷来当作香来献予上帝，咱就应该献上搁较好的祈祷的品质。但是我毋是讲咱爱真敖讲话，嘛毋是讲咱爱伫祈祷内面应用真侪的圣经，甲是好的品质。这个品质是出在咱的心。当咱改变咱的心，咱的祈祷会搁较开阔。所以伫另外一本叫做《祈祷第一课》的册内面，伊有提到几点，咱会当安怎开始咱的祈祷？就是咱爱大心来调整咱的态度。所以兄弟姊妹，咱即时有真侪时间，咱拢伫厝里，咱无法度出门，咱是毋是就会当来学习即个祈祷的功课？有可能伫你过去的祈祷，你可能甲即个囡仔德兰尼共款，拢是照章行事的祈祷。但是咱是毋是会当趁这段时间安静落来，调整咱的态度？第一，祈祷是咱甲上帝的三度，是一个真深的关系，是袂当强求袂过来的。咱来想，咱甲上帝的关系就是互相的。如果你一工用1点钟祈祷，
但是其他23点钟是上帝在拍你的门。但是你甲上帝讲，上帝歹势，我无时间。咱若是安尼的态度，咱哪有好意思来埋怨上帝无出现、无回应？其实是咱家己缺失伫即个双方的关系内面。第二，咱阁爱较感谢上帝无伫祈祷的中间出现，因为咱拢是按照家己的欲望、情绪伫遐来祈祷，甲上帝旨意有当时是互相违背。安尼时，咱是要安怎来到伊的面前咧？所以，当上帝无伫回应咱的祈祷的时，咱毋是埋怨，咱较爱来反省咱家己祈祷的态度敢是正确。第三，你的祈祷是关系到你所关心的人，也是代志，也是物件时，这表示上帝对你来讲非常重要吗？也是可能你家己是感觉这个代志对你有一个迫切，你才祈祷。有当时咱一直想要伫祈祷中间来向上帝讨物件，但是咱无想到讲，我要伫祈祷中间来亲近上帝，来入捌上帝，来得到上帝伊家己。所以咱若是一直想要爱摕物件，这敢是一个真健康的关系。但是咱来用谦卑的态度来向上帝来祈祷。咱来想看卖，伫新约圣经内面，伫耶稣面前遐个病得到医好、罪得到赦免的是倒一款的人咧？是遐个徛伫街路大声祈祷的法利赛人吗？也是惊甲干那扛起摸耶稣的衫具的这妇人人咧？第五，咱爱伫上帝面前完全来卸除咱的武装，完全的透明，因为咱无法度向上帝来隐藏任何代志。第六，问咱家己，这个祈祷真正值得献互上帝吗？也是这个祈祷是我个人想要讲的话尔？这个祈祷敢有触动我家己的心？我投入到什么款的程度？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祈祷进前，咱会当用这几点来检验咱家己祈祷的态度。无人生落来就会晓祈祷，咱人自私的本性嘛，干那会想着要替咱家己来祈祷。所以，咱伫祈祷这项事，咱一定爱学习。伫今仔日的周报内面，我有请苏国贤长老提供伊伫5月16号迄天私会的祈祷文。迄天是咱教会停止实体礼拜的第一个礼拜。当我坐伫教会的3楼入口的时，看到规个空空的礼拜堂，我内心非常忧闷。但是当我伫遐听国贤长老伊的祈祷文的时，我的目屎就流落来，因为透过伊对上帝的懊恼，互我对即个疫情的惊吓甲不满拢总过去。取代的是，我相信无所不能的上帝要伫掌权。透过伊带咱做伙认罪，嘛互我看见家己的软弱，甲对上帝无信心。所以，一个诚心实意的祈祷，是会当带人进到上帝面前，就亲像这个真芳的香献到上帝面前同款。第二，这段出埃及的经文讲到，这些烧香是早起时、下昏时拢爱烧，互这个圣所不断来保持有一个香味。这互我想到一项物件，就是定定有人会讲到的。基督的香味，基督的香味，这个讲法是对保罗出来的，就是保罗写批予哥林多地区的信徒。保罗是用一个例来形容基督的香味，伊用一个阵营对敌的罗马将军凯旋转来罗马城来形容。迄时，毋但是民众徛伫路里，伫遐来迎接。欢迎这个军队回来。伫这个将军要出现进前，嘛有几种的队伍来替伊来开路，亲像有分扫角的，然后是伊抢来这战利品，也是伊所掠这败将列队来行过。
然后有罗马神庙，或者祭司摕即个烧香的香炉，所以规个街路拢是香的香味。搁来，则是即个将军带伊的军队出现，接受民众的欢呼。即保罗用安尼一个情形来形容基督的香味。即保罗讲：打感谢上帝，常常伫基督得胜，来做头带阮，也用阮伫逐所在显明伊迄个对捌基督才有的香味。对即个将军，甲对伊的军队来讲，烧即个香表示庆祝，表示胜利。但是对这互掠做是奴隶的人来讲，即个香的味毋是一个香的味，即个香的味表示因特别接受的死亡。所以保罗用安尼情形来说明，对十字架顶死搁活的耶稣，就好亲像是即个战赢的将军。咱遮的军队伊的人，就是军队伫伊后面的军队。当为着要庆祝即个胜利所想的香传到即个将军的身上的时，咱遮军队的人嘛会沾染着一寡香的香味。所以保罗才接续15节讲，因为对伫上帝，愿伫得救的人的中间，以及沉沦的人的中间，做基督的香味。所以兄弟姊妹，咱会有基督的香味。毋是咱家己做了偌好，毋是咱发出一个好人、善人的香味，毋是咱家己，是因为咱有耶稣，是因为耶稣的香味，互咱嘛会当得到即个香味。另外14节嘛有提醒咱，爱捌基督，才会当得到即个香味。伫圣经内面，捌、认捌。毋是粗浅认捌对方叫什么名，就叫做认捌。这个认捌是一个互相的关系，甚至圣经拢是用夫妇的关系来形容认捌，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保罗伫遮讲，毋是所有基督徒拢会有基督的香味，只有真正认捌耶稣、愿意跟在耶稣脚步的人，才会有基督的香味。兄弟姊妹，有基督的香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第一，这个香味毋是为着要互家己骗了事实，这个香味是要互别人骗的。保罗伫第2章14节有讲到，讲显明迄个对捌基督才有的气味。伫遮讲到显明。就是讲，咱即个基督的香味是爱显明出来，毋是家己骗的。所以基督徒毋是秘伫厝里，家己读圣经敬拜就好。咱爱伫甲人的关系内面显明基督的香味。所以无论你的工作、你的家庭生活、你甲人的直接，拢爱显明迄个基督的香味。特别伫即个疫情的时代。咱虽然无法度出门来显明基督的香味，但是咱会当用电话、Line， 也是参加线上的聚会来关心人，来产生这个结连。咱会当互一个人一个电话、一个问候，伫这个人的心内，伫伊真惊吓、乖伫厝里学袂想的时，咱一个问候就亲像是基督的香味来传互伊。所以，咱会当想看觅，伫厝里无法度出门的时，咱要安怎来显明即个基督的香味，来成做别人的祝福。第二，会用香味，就是伫形容即种味是互感觉真美好、真适当的。亲像有当时啊，咱边仔若经过迄种嗅真侪香水的人，咱嘛感觉真无法度忍受。所以，即个香味是人感觉真美好，是会当。感觉讲人真爱接近的，所以咱会当来思考，咱的行为敢是人爱亲近你的，也是人拼命要闪避的？咱是学习耶稣的模范，也是咱显露出迄个真骄傲、自私、
极度自卑、贪心、爱计较，才会歹的臭味咧。互边仔人无法度对咱的信仰来看出一个好基督的香味是啥物。当然，咱会讲，哎呀，信仰是咱爱自信看上帝，毋是看人的。当然，但是袂当否认的，人看袂到耶稣，因看的只有咱。如果咱无有好一个款式，就是互主的名来受侮辱。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咱伫世间人的面前，咱爱成做上帝上好的作品。当别人看到咱用宽容、用仁爱来对待别人，当咱看到咱有信心会结的果子的时，虽然伊毋知影什么叫做信心，但是伊会感觉信耶稣的人真正好。所以今仔日关系即个烧香的经文，我请咱来思考咱家己的生活，是毋是一个会当吸引人来认捌耶稣的生活？敢会当吸引人？毋是出在咱敢有能力，毋是出在咱的学历、地位有偌悬。咱来看耶稣就好。耶稣生命的香味，毋是干那伊会当医病赶鬼那尔呢？咱看见耶稣，伊体贴、用心来看出人真实的需要。另外，耶稣嘛毋是亲像遐法利赛人、甲经学士。敢若会晓讲一寡人做袂到的律法教条，耶稣是用生活逐种的层面来讲人听有的比喻，所以耶稣的生活方式是显露出迄个互人愿意来亲近的迄个香味，并且即个香味无因为耶稣上天，无伫即个世间就消失。即个香味透过历世历代愿意跟缀伊的人。即个香味继续显明出去，所以兄弟姊妹，咱互相来勉励，透过祈祷，将咱对上帝的心意，亲像香传到上帝面前，并且透过真实认捌耶稣，时时保持基督的香味，互人透过真实的性命来看见耶稣。当咱有一个真平衡的基督徒生活，毋是假出来迄个宗教行为。我相信，无论伫什么处境，咱拢会当真安然自在。别人嘛会当对咱的内面看见迄个平安的源头。最近，咱若伫网络有看见一个查某囡仔的祈祷，我感觉即个祈祷真水，所以咱透过一个查某囡仔阿爷伊的祈祷，咱做伙来学习祈祷。Hey guys, my name is Aya. Close your eyes and pray with me. Dear Papa God, I know you're there and Mama says you'll listen. I'm very small and I'm sorry because today I will ask you for a little more than love and toys. Today I pray the victims of COVID-19, those who died and those they left behind. Please, Papa God, watch over the children who lost their parents, the old ones who lost their kids, and everyone who lost a family member or two. Please embrace them and make sure they are okay. I pray for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all over the world. They are alone and scared. Please, Papa God, heal them and let them know that things will get better soon. All they want is to go home to their loved ones, to hug them again and not cry anymore. Pray for those who has no home, for those doesn't have money to feed their family anymore. Please bless them so that they will not lose hope. I'm praying for the doctors which themselves every day.
keep them strong because they are out there to keep us safe. In this fight, they are all our superheroes. Bless them because it takes a lot to be a hero. God, ask Papa God to become one and help each other to stop this bad greed so that we can all go back to normal, so that those who are away can finally go home with their family. Oh God, please heal the world and protect all those who are fighting to save it. We will not lose hope because we know in your name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Amen. 咱做伙来祈祷。